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1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不靠谱，聊一聊特朗普。这一期恐怕又要让华川粉比较尴尬了。为什么这么说？怂了。我前几天就说特朗普已经怂了，还有很多人在那犟嘴。你看看，这不打脸了吗？这个昨天晚上有外媒称，美国免除中国产手机和电脑等产品的对等关税。根据 CNBC 等美国媒体12日最新消息，根据美国海关的最新指南，智能手机和电脑将不受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政策影响。新的关税指南还包括对其他电子设备和零部件的豁免，包括半导体、太阳能电池、平板电视显示器、闪存驱动器、存储卡以及入存储数据的固态硬盘等。CNBC 提到苹果的 iPhone 手机等许多电子产品都是在中国生产，但报道没有提到中国产电子产品是否在免除范围内。科技网站则称，我们根据对文件的解读，豁免条款中没有提及针对中国的条款，这意味着来自该地区的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产品不会被征收145%的关税，这是一个重大进展。BBC 报道说，对手机和电脑等电子设备的对等关税的豁免，包括此前宣布对中国相关产品125%的关税，也就是至少对手机和电脑不再征收所谓的对等关税，也恢复到过去。特朗普这不就是怂了吗？让步了。不知道这些华川粉又怎么去吹捧特朗普伟大英明。从好的方面说明特朗普知错就改，纠错能力很强，及时改正，撞了南墙马上就回头。从坏的方面说，那特朗普这个以及他的小团体想一出是一出，有早没早打三竿子再说，万一遇到一个怂蛋认输了呢？结果这回是没头脑遇到不高兴，两人较上劲了，显然特朗普要输了。华川粉脸那是火辣辣的疼。有人测算了一下，本次豁免来自中国的金额大概在1000亿美元左右，占中国出口至美国总额的22%，也就是1/5。那这个是相当大的一部分。这个反映出什么？反映出本次豁免和前一阵子豁免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汽车关税是一样，也反映出特朗普团队比较忌惮关税直接冲击美国对外依赖度高的下游消费品。此外，明确豁免 GPU 智能手机的关税，也反映出特朗普团队仍然希望避免关税对科技行业巨大冲击。当然了，白宫也说了，明天也就是星期一，他们要宣布很多豁免政策，但是考虑到以及特朗普团队是不靠谱的，所以这中间恐怕还有变数啊。即便他豁免了，他哪天他不高兴，恐怕又要加征，这是特朗普的叫不确定性。但不管怎么说，特朗普现在他让步了，所以我认为大国也应该借坡下驴。既然人家是对等反击，他加了34%，你也加34%，他加50%，你又加50%。那现在特朗普让步了，我觉得应该借坡下驴，也给美国一些产品进行豁免，这叫有来有往。我一直强调，怼特朗普以及特朗普小团体，目的不是为了怼而怼，不是为了爽，而是一种斗争的策略，是一种博弈最终达到一个什么？还是要和谈。因为如果真的关税加上了，贸易战受累的还是韭菜都是双方的底层的老百姓吃亏。美国的老百姓呢，恐怕要承担这个高物价。不要犟嘴，有很多华川粉，他的脑子他不能接受一点点特朗普不好，也不能接受一点点说美国不行。如果不是考虑到美国物价上涨，特朗普有什么必要豁免呢？还不是他扛不住吗？那对大国来说也一样，如果你这么打下去，多少外贸企业要倒闭，要关门，多少人要失业。我今天看到一个评论，一个傻叉，他要追求那种公平，他认为一穷二白的公平也是公平。就这种人，你为什么不去加藤老师那个频道去看？是不是加藤老师禁言了，没地方看了？你得先有财富再谈分配，不是先谈分配再去搞财富。你在这扯分配，你没有财富是0，你怎么分？你得先有蛋糕，我们要追求尽量分得公平一点，先把蛋糕做起来。蛋糕还没有的时候就坐在那儿讨论分配，来讨论去饿死了，这就公平了。这种傻缺为什么跑我频道来看？把这种不患寡而患不均发挥的淋漓尽致。咱们还是言归正传，也就是说既然咱们对特朗普及其这个小团体是为了更好的谈判，那现在既然特朗普让步认怂，
我觉得咱们也有必要也做出某种善意这个回应，这有来有往，最终是对两国的这个老百姓还是有好处。我在网上也看到一些在美国的 UP 主拍的视频，说美国的物价并没有太大的波动，但是也有涨，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厉害。前一阵子有很多媒体不是渲染嘛，说美国人排队去抢购中国货物，囤积中国商品，也有视频。那今天我看了这个 UP 主说的，他拍的这个视频似乎更加真实，大家看视频。听说美国加关税，美国超市买不到东西都被抢空了，物价涨得不行了，大家都在囤货，是真的吗？今天来 Costco 来看一下到底是啥情况吧。今天是星期五，人还挺多的，看这块推车呢都没了。看看美国电视机多少钱吧，这个是三星的，629美元，65寸的。再过来看一下海信的，这个是中国品牌，来看一下。也是65寸的，339美元，还是中国品牌比较便宜。来看一下衣服，这些衣服呢都是中国制造的。这一个短袖的这个小 T 恤，今天打折11块9毛9，这个就是美国衣服的价格。这边的牛仔裤，这个是李维斯的裤子，37块9毛9美元，好像也没涨多少。这些衣服啊都是中国生产、中国制造，美国的牌子。看一下大家都在选购衣服呢。看了一下人流，今天呢因为是周末，所以人呢比平常要多一些，但是也没有像新闻里说的那样啊抢购的那么厉害，就跟平常一样吧。因为美国人呢每一周啊他只去一次超市，一次呢他就买一周的食物，所以说哈在周末的时候啊这个人啊是尤其多的。其实有人问我说是不是现在啊大家都在囤东西抢东西什么的，我想说你们太看得起美国人了，因为美国人平常呢他是不存钱的，哪有钱去囤东西，哪有钱去抢东西啊，他们把每个月的钱都算得死死的。生纸20块9毛9一大袋，一大袋呢大概是有这个56卷，这是 Costco 自己的品牌。在平常直播的时候啊，很多人问我最多的就是美国鸡蛋多少钱，是不是现在美国鸡蛋10美元一个的，还有问我说是不是美国现在吃不起鸡蛋了。这个是鸡蛋牛奶区，咱们来看一下。鸡蛋呢不是没有，只是它有限购这种有机鸡蛋呢是8块3毛9，大概是有24个。你像这一款呢，像这个18个的这种是普通的白鸡蛋，5块7毛9 18个，这个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这个呢是60个鸡蛋，60个鸡蛋是普通鸡蛋是19块1毛9美金，但是呢每个人呢只能拿3盒鸡蛋，不能拿多了。来这个肉食区来看看美国肉的价格，先看一下牛肉吧。这种牛肉呢是 7.49 美元呢，这么一磅，一磅大概是有9两。这块呢不同部位的牛肉啊，就是好一点的呢12块9毛9，9块9毛9的一磅，一磅大概是9两。猪排骨呢这边是 3.79 美元的这么一磅，然后这边呢都是还有大一点的排骨 3.49 美元的一磅。这边是普通猪肉的价格2块9毛9一磅，五花肉呢是4块4毛9一磅。这边的鱼看看海鲜类的，这个三文鱼8块9毛9一磅。这一车买了2个零食，几盒蛋，买了点菜啊之类的，还没有买肉，只买了1盒鱼，大概花了是220美元。怎么样？大家觉得美国这个物价能接受吗？其实美国的物价每年都在上涨，但是工资确实没有物价涨得快。像我们原来去像 Costco 买东西基本上就是150-160块钱就能下来，现在随便买点东西都要200多美元。以前我记得我刚来那一年我在美国超市买鸡蛋打折的时候，最便宜的我买过9毛9 12个，现在再也没有那个价了。好了，这就是现在美国的真实情况，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糟糕，但是呢这个物价肯定是会越来越贵的。好了，有问题呢大家可以给我私信或者是留言。美国的物价还没怎么涨，但是不代表说以后不涨，因为这个都传导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而且美国的
副食、农产品，它跟这次关税关系不大。那要看美国的物价涨不涨，你要看它的电子产品啊，我们这个要说清楚，对吧？美国的这些蔬菜、这肉食、蛋奶，它都不是从国外进口的少，他们自己解决，也有进口，主要还是看它的电子产品、工业品，这些主要靠进口。那关税一加，价格还是有影响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国内的副食品，也就国内需要进口的，比如牛排、三文鱼等等，你仔细看看有没有涨价，实际上都已经悄悄在涨价了。我说这个什么意思？你要看美国东西涨没涨价，你看跟关税有关的进口的这些东西，大国也一样，你要看大国进口的东西，它自产的东西，它当然还没有涨价，还没来得及，会传导到自产的这一部分，但是先是进口的，肯定是要涨价。有很多人说我们给美国加关税，但是我们从澳大利亚进口的东西，你比如澳大利亚的龙虾，它也会涨价。这很简单，这本来你要从美国进口一部分的，你现在美国这一部分没有了，你供应商它就会重新组织货源，那他到澳大利亚再去买的时候，或者加大从澳大利亚进口的时候，那这都会导致价格上涨。这供应变了嘛，供求关系变了，你国内的需求没有减少，那边供应出问题了，有一个供应商供应不了了，你再从其他供应商进，除非人家量特别大，否则这价格都要涨，对吧？这种生意大家的心里有数。我要是澳大利亚的供应商，我知道你跟美国做不成生意了，你找我了，那我这价格肯定往上涨一涨啊，闻风涨价，那传导到你们国内价格就涨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说，正好特朗普怂了，你别管他怂多长时间，他说不定过2年他又硬了，他又开始要叫嚣了，但是不要紧，既然人家怂了，那咱也释放出善意，便于更好的谈判。这种东西啊，商业博弈它不是置气，光生气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还得跟特朗普及其这个小团体要周旋。你现在回头看一看，大国选择硬怼特朗普是正确的，一点都没错，因为特朗普就是这种人，如果你当时就跪下了认了，很有可能这全世界都在享受这个高关税的痛苦。正因为大国怼回去了，特朗普清醒了。当然了，你也可以说这个是因为美国的国债出问题了，这都是一种说法，但是你不能忽略大国怼特朗普给他造成的这种压力，否则他也不可能豁免这些电子产品、半导体这些对等关税。当然了，我们也没有必要非说这是一场什么胜利。对特朗普来说，我认为打他心眼里，他也不觉得这叫失败。商人求财求利没求着，不能叫失败，他还有下次机会，对吧？一有机会他就要求财求利。从跟乌克兰的那个矿产协议就能看出来，他是一有机会他就不会放过，绝对会咬一口，贼不走空，习惯就好了。因为特朗普和他这个小集体并不是代表什么正义，这就是我为什么批评的原因。就他现在做的一切只是为民为利，既然为民为利，那别人也会为民为利，谁也不比谁高尚多少。这个特朗普还对记者说，4月5号以来对被豁免芯片的加征的关税还要退还，你看看人好事做到底，收了的关税还退给你。特朗普可不觉得自己怂。这里面咱们要聊一聊马斯克了。我上一次说马斯克和特朗普之间已经马上要分道扬镳了，就还有人在下面留言说我造谣，就只能说明你的理解能力太差，对人性可以说是太欠缺。昨天晚上说传言宣布对华部分商品赦免对等关税后，马斯克马上发了推文，而且配了3个字：谁赢了？这就是赤裸裸的在讽刺特朗普。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不是在讽刺特朗普，那马斯克又发了一个推文，那就更有意思了。大半夜发了个推文呢，说他捧起来这是一条狗，一个卡通人物举着一个狗，这个恐怕象征着马斯克和特朗普很快就要决裂。比较有意思的是，4月11号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马斯克好像还参加了，但是就在这个会议上面，特朗普说啊，他跟马斯克之间，他不指望着马斯克做什么，只是碰巧他喜欢马斯克，他还买了马斯克的特斯拉，他也很喜欢，而且他是高价买的，没有打折。他说马斯克很棒，说这些片儿汤话，模棱两可的，实际上就是为了掩盖他跟马斯克之间的这个不和。这个特朗普多次对记者说啊，马斯克离职他是不会挽留，让马斯克当什么效率部负责人，不过恰好是喜欢马斯克。大家也知道，特朗普当选总统，马斯克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说花费都是上亿的美元。马斯克对特朗普的这个叫关税的顾问、贸易代表纳瓦罗，大家都知道互相攻击，这个是公开的。马斯克说纳瓦罗蠢得像砖头一样，当然这个侮辱了砖头。纳瓦罗说马斯克你只不过是个组装汽车的，你懂个啥？这两人互相攻击，矛盾是公开化。马斯克对特朗普的关税那是意见非常大，他建议欧盟和美国之间要零关税，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很显然特朗普是不同意的，特朗普指责欧盟，这某种程度上就是说特朗普和马斯克在关税问题上面矛盾很深。那下面这个日本经济新闻网站4月12日报道，特朗普政府正考虑将2026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就是 NASA
科学预算削减一半，该科学预算主要用于望远镜开发等领域。预计目前73亿美元预算将减至39亿美元。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11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此举令人担忧，表达不满。也就是马斯克对特朗普的政策是越来越不满，所以有媒体说，看起来埃隆·马斯克和特朗普即将面临一场混乱的分手，而且分裂已经开始。特朗普政府内部人士和许多外部盟友对他的不可预测性感到沮丧，并越来越将这位亿万富翁视为政治负担。这种状况在周二马斯克公开支持的保守派法官竞选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席位时以10个百分点差距落败，加剧了人们的担忧。大家还记得吧？威斯康星州选一个保守派的法官，马斯克花了2000万美元支持这个保守派法官，结果还是输掉了10个百分点。这一下马斯克在特朗普竞选总统的时候，这一招不管用了。特朗普的团队也知道这一点，拿钱不好使了。埃隆·马斯克讨厌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纳瓦罗，而且这种感觉是相互的。据报道，特朗普的内阁发现马斯克很烦人、不好笑、很难相处。虽然这次分手会被冠以战略疏远的胡言乱语，但我们都知道真相。特朗普和他的核心圈子已经厌倦了马斯克，这是不祥之兆。关于马斯克和特朗普分道扬镳，这个我在特朗普当选总统的时候我就说了，他们两人迟早要分手。这个一字并肩王是不可能存在的，不能容忍。特朗普是不可能容忍别人分享他的权利，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狡兔死啊，走狗烹，彼此只不过是暂时的一个互相利用。马斯克或许他有他的理想的主义那一部分，但是特朗普不仅越来越像一个政客，他更像一个独裁者。独裁者怎么可能有真正的朋友？身体永远健康那也不行，比较健康也不行，亲密战友那更不行。特朗普当选总统的时候，是不是我就说了马斯克一定会跟特朗普翻脸？我想很多人都看过那个节目，如果你没看，可以翻回去找一找。现在是不是正在验证我的说法？马斯克跟特朗普的团队必然会闹矛盾。但马斯克这个效率部把屠刀，不能说屠刀，就是把矛头对准这个民主党的这些人的时候，或者这些机构的时候，特朗普的这小集团还是很开心的，乐见其成，甚至帮忙。但是马斯克这个人杀完民主党，他必然要杀到这个共和党头上，因为马斯克所说的那些腐败，那些什么这个浪费，那些弄虚作假，他不光民主党有，共和党也有。搞完了民主党，那自然下来就要搞共和党。美国的国防部、美国的财政部、美国的什么这个部那个部，那些人是特朗普的马仔，都是特朗普的这个小团体。那谁能容忍一个马斯克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呢？所以你搞完了民主党，你后面那些共和党那些，比如说国防部的那些什么豪克塞斯、国务卿卢比奥，哪个人能容忍马斯克把手伸到他们部门，颐指气使、号令，要裁谁，要给谁降薪，给谁发通知让他们回家，谁都受不了。当然会讨厌马斯克啊。马斯克刚当这个效率部部长的时候，说要把400个部门砍到只剩200个，大概这意思吧，还是砍到只剩99个，完了要裁掉一半的公务员，要堵住跑冒滴漏，这个给人眼前一亮，感觉马斯克不错。但是搞着搞着发现这个就不对劲。马斯克想为美国一年省1万亿美元，这个看样子远远达不到。最近改成1500亿美元，似乎也难达到。美国的财政部公布说，这个2025年第一季度政府的开支还增加了，你说这叫什么事？现在回头看一看，特朗普搞这个政府效率部，更像是拿马斯克当个枪、当个工具、当个武器去整治对手，整治那些第一个任期跟特朗普对着干的，后来特朗普选举失败，这些特朗普认为自己的这些敌人，那都给他收拾一遍，狡兔死啊，走狗烹。就这些人收拾完之后，马斯克你的任务你的光荣的使命就结束了。最近马斯克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多次流露这个后悔之意，只能说明马斯克他恐怕是个商业奇才，搞企业还可以，但是参与政治，那他确实还是个政治小白。我相信马斯克和特朗普之间的矛盾呢，现在只是个开始，后面还会进一步激化，双方闹到什么地步，这很难说。马斯克手上有没有特朗普的一些猛料，这也很难说。随着事态的发展，很有可能都被抖落出来。当然了，这些对特朗普来说都不重要。希望这个华川粉打起精神，迎接董王和一字并肩王之间的火并，这个大戏就要上演。马斯克的特斯拉要想回血，那就必须要跟这个特朗普做切割，而且切割的越
干净，特斯拉恐怕就更有可能回到正轨。马斯克在俄乌战争这个问题上面错得太离谱，走得太远，这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这是他跟着特朗普后面跑的最惨重的代价，失去了道义啊，让他的特斯拉在欧洲是遭遇滑铁卢，让他的星链业务还有其他业务，包括这个脸书，包括这个叫什么推特 X 啊，都在欧洲遭到困难。所以希望马斯克啊迷途知返。特斯拉北美50%的零件是由中国公司提供，其中20%由中国直接出口到北美，剩下的30%大部分由中国供应商在墨西哥的工厂提供。根据分析师测算，按照104%的关税，特斯拉在美国的汽车成本将上涨20%到30%。所以我当时就说，特朗普选上总统的时候，我就说马斯克他是受益于全球化的，而且他必将依赖全球化，而特朗普是搞美国孤立主义，是反全球化的，是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是要搞这个小院高墙。马斯克和特朗普两个人怎么会尿到一个壶里去呢？他们只是短期的利益相结合，长远看必将分道扬镳。结果你看，在这个3个月不到的时间里面，两位就友谊的小船说翻就要翻，有劲。接下来我们就要互相看他们互相爆猛料，拭目以待。反正有特朗普在，欢乐不断。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